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嘉义有一个16岁的高中生，伊的爸爸伫1个月前破病过身，厝内底阁有一个15岁小弟，甲相干10名，逐礼拜拢爱洗油脂的阿嬷。这个少年家为着要填补家用，逐工放学了后，拢会去公园摆摊卖饼。有善心的乡亲发现因兜的状况，特别招大家来甲伊购买，希望互伊毋免阁来风吹日晒。 唔免阁出来摆摊，嘛会当有更较侪时间来读册，来照顾着阿嬷甲小弟。嘉义市的友中公园，黄昏时啊5、6点，一个16岁姓谢的少年仔刹车开始伫咧卖红底酥，下课啊奈无动去，原来是要趁钱甲厝的斗相共。 觉得姑姑在面线摊开店很辛苦，然后因为她在那个转角就是风吹日晒啊，然后很热的时候很热，然后很冷的时候又很冷，对，然后所以我才会想说要出来帮忙分担一下。少年仔的爸爸5个月进前过身，厝里阁有一个15岁小弟，含两对目睭无看阿嬷，逐礼拜阁拢爱洗油脂。妈妈，你要坐吼，你要坐。少年仔的阿哥8年前为北部搬到来嘉义，伫咧公园附近摆摊卖食。 一家伙的日子真正足歹过，乖啦，会替我分担一些事情，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他也知道我蛮辛苦。有好心胸的人发现少年仔的情形，为着甲帮忙，伫咧人面前甲分享，嘛伫咧网络甲斗相共卖红底酥。我觉得社会大众就蛮有爱心的啦，都想要尽一份心力来帮助他们。希望社会温暖，会当互少年仔有更较侪时间、更较侪体力，好好读册，照顾厝里的人。好，拜拜。